位於紐約法拉盛華人移民聚居區嘅一間家庭旅館，近日發生咗一單轟動事件，佢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盯上咗。10月17日周五早上7點幾，好多人仍然喺睡夢之中。據目擊者稱，當時有數十名全副武裝嘅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嘅探員突襲法拉盛嘅一間華人家庭旅館。探員先敲門確認身份，一名住客開門之後，探員出示一張照片，詢問係咪認識途中之人，對方回答係。執法人員隨即進入屋內，將照片上嘅嫌疑人當場逮捕。喺執行抓捕嘅過程中，執法人員順勢要求其他住客出示身份證件，結果發現多數人只持有 C8 工卡，並冇合法身份。於是呢啲人幾乎全部都被帶走，其中包括經營旅館嘅老闆娘。唯一未被拘留嘅係一戶持有綠卡嘅家庭，而老闆本人恰好外出，因此逃過一劫。據社區消息人士轉述，ICE 呢一次嘅行動嘅目標係一名據稱喺2年前入境並且已經收到遞解令嘅男子。該男子被要求定期前往移民局報到，但因為擔心被拘留，長期未履行相關規定，隨後被列入執法追捕名單。據稱，ICE 原計劃只係針對該男子執行逮捕行動，但喺現場核驗身份嘅過程入面，發現數名同住者缺乏合法居留文件，於是一併帶走調查，形成連帶處理嘅局面。但亦都有網友爆料話，佢哋係俾隔離鄰居舉報嘅。喺美國移民體系中，遞解係一個具有法律效力嘅正式程序。當移民法官簽發遞解令嘅時候，表示法庭應裁定當事人違反移民與國籍法，唔具備繼續留喺美國嘅資格。簡單嚟講，遞解令就係驅逐出境嘅最終決定。移民法官要求當事人自行離境，或者由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依法強制執行。導致被簽發遞解令嘅原因多種多樣，常見嘅情形包括非法入境、刑事犯罪、庇護申請被拒而且冇其他合法身份、違反簽證條件以及移民欺詐。呢啲行為一旦被認定違反移民法，都可能成為遞解嘅依據。根據唔同情況，遞解令可以分為3種類型。一般遞解令最為常見，需要經過法官審理，當事人有機會出席聽證並且為自己辯護。如果當事人未按時出席聽證會，法官可以喺佢缺席嘅情況下簽發缺席遞解令。遞解令一旦生效，當事人必須離開美國，否則將被 ICE 拘捕並且強制遣返。被正式遞解之後，通常10年內不得重新入境。如果再次非法入境，將構成刑事重罪。而呢一次事件中，華人移民特色家庭旅館亦都成為咗熱門話題。所謂家庭旅館係華人移民社區中特有嘅一種居住形態。最初呢一類嘅旅館多數由二房東租落一整棟嘅獨立屋經營，後來亦都有唔少華人乾脆就買咗公寓，自行改造成家庭旅館。呢一類嘅旅館其實同中國大陸普遍嘅青年旅社相似，每個房間入面擺滿幾張上下鋪，用嚟出租床位，甚至連客廳、車庫都被改造成臨時宿舍。每個床位嘅日租金大約喺10到15美元之間，通常仲包簡單嘅伙食，譬如米飯或者係麵條。對於啱啱抵尾、尚冇合法身份又承擔唔起高昂房租嘅移民嚟講，咁樣嘅家庭旅館幾乎係佢哋喺異國他鄉嘅唯一落腳點。然而，呢啲家庭旅館隱藏喺社區民宅中，外表睇起嚟同普通住家無異，但就喺內部高密度出租床位。由於租客流動頻繁、身份複雜，經常有無證移民、庇護申請者，甚至逃避遞解令嘅人混居其中。呢種情況令到執法部門認為呢啲地方可能係非法居留者嘅集中點。其中大多數嘅家庭旅館並未取得合法經營執照，亦都缺乏消防、衛生同埋安全監管。為咗節省空間，電視隨意拉接，一氧化碳警報器被拆除，通風不良，消防隱患嚴重。一旦發生火災或者意外，後果不堪設想。幾年前，洛杉磯丁胖子廣場附近嘅一處家庭旅館，仲曾經發生住客非正常死亡嘅悲劇，引發咗社區震動。因此喺執法層面，佢哋被視為非法經營同埋移民違規嘅雙重隱患。蒙特利公園市政府曾經一度考慮整頓查封呢啲家庭旅館，但執法人員發現，一旦強制取締，入面嘅大批租客會立即無家可歸，造成更大嘅社會問題。出於人道同埋現實考量，當局最終選擇暫緩執行，俾呢啲家庭旅館繼續喺灰色地帶中苟延殘存。呢種複雜嘅居住環境，自然亦都成為 ICE 針對非法移民行動嘅重點目標。
隨住紐約法拉盛突襲事件嘅消息傳播到洛杉磯，當地華人社區出現咗一定嘅緊張情緒，部分居住喺丁胖子廣場附近嘅家庭旅館嘅租客已經開始搬離。未來一段時間，該區域嘅家庭旅館可能出現較大規模嘅空置情況。根據 ICE 近期嘅執法政策，凡以走線方式入境嘅人員，無論係咪持有工作許可或者正處於庇護審理階段，如被查獲，通常會被送往移民拘留中心，喺拘留狀態下等待面談或者上庭。事實上，呢一個突襲並唔意外。美國加州嘅華人移民律師安德魯賀表示，最近一段時間佢嘅電話幾乎係從早到晚響個不停。隨住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突襲次數同埋逮捕人數嘅顯著上升，佢不斷接到嚟自中國移民嘅求助電話，其中一啲人已經被關押喺 ICE 拘留中心，等待移民法庭嘅審理，甚至進入咗快速遞解程序。何律師提到，佢嘅一名華人客戶係一位卡車司機，上個月被 ICE 拘留。該客戶通過走線嘅途徑進入美國之後，隨即遞交政治庇護申請。目前庇護案仍然喺審理中，期間佢已經獲得俗稱C8卡嘅庇護申請人工作許可，並且喺紐約考取咗商用駕駛執照，從事長途貨運工作。根據何律師嘅講法，呢名客戶喺高速公路上遭 ICE 攔截，因為語言溝通困難，冇完全理解執法人員嘅提問，可能喺回答中出現咗誤解，最終被帶走，目前仍然被拘留喺移民中心。何律師表示，喺走線入境嘅移民當中，能夠揾到卡車司機咁樣嘅工作，已經算係相當唔錯嘅選擇。呢一行業工作機會多，收入穩定，只要能夠吃苦，一個月賺取1萬美元並非難事。不過，亦都需要具備一定嘅駕駛經驗同埋基本英語能力，並非完全冇門檻。佢同時指出，卡車運輸業早喺幾個月前就已經成為 ICE 重點執法嘅對象。雖然整頓範圍唔限於華人群體，但近年嚟確實有越嚟越多嘅華人移民，尤其係走線入境者，選擇從事卡車司機工作以謀生。儘管卡車司機嘅收入較高，但近年嚟呢一個行業亦都逐漸成為 ICE 重點執法同埋檢查嘅對象。部分企業同埋駕駛人員因此受到波及。今年9月29日，俄克拉荷馬州州長凱文斯蒂特宣布，州政府聯合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展開咗一項名為守護者行動嘅聯合執法行動。呢次行動由俄克拉荷馬州公路巡邏隊主導，重點針對沿40號州際公路西段行駛嘅卡車司機進行身份調查。根據州政府公佈嘅結果，行動中共有嚟自印度、烏茲別克、中國、俄羅斯、喬治亞、土耳其、塔吉克、烏克蘭同埋毛里塔尼亞等嘅多個國家嘅125名非法移民被捕。官方文件顯示，執法人員喺行動中發現多名司機持有庇護州頒發嘅商用駕駛執照，其中一張紐約州頒發嘅駕照甚至喺姓名欄上標註為姓名不詳。斯蒂特州長對此表示，呢種情況對公共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何律師解釋話，白宮喺今年4月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嚴格審查商用車司機嘅英語能力。警方喺路檢嘅時候，有權要求司機停車，並且檢測佢係咪具備足夠嘅英語聽說同埋閱讀水平。如果無法順利溝通或者理解交通指令，司機可能被認定為不具備駕駛資格。佢仲提到，今年7月，紐約法拉盛一間名為大眾駕駛學校嘅華人駕校，涉嫌長期通過賄賂紐約州機動車管理局員工，由代考人員冒名參加筆試同埋路考，為客戶非法取得駕照。據調查，執法部門應掌握大約150張涉嫌違規獲得嘅駕照。何律師表示，該駕校嘅大部分客戶為中國移民，其中部分人士身份並唔合法。佢話，好似呢種涉及偽造或者代考嘅案件，會令到執法部門喺全國範圍內對相關群體提高警覺，亦都意味住華人卡車司機喺未來一段時間入面，可能面臨更加頻繁嘅檢查同埋盤問。據多間媒體報道，除咗紐約，美國南加州聖蓋博谷華人聚居區亦都接連發生多單移民執法行動，其中以鮑爾溫公園市最為引人關注。有消息稱，位於艾塔迪那市嘅一名綠旬亞裔婦女喺例行移民面談嘅時候被 ICE 拘留。仲有細節顯示，10月9日上晝，美國邊境巡邏隊喺鮑爾溫公園市展開聯合執法行動。特工最初出現喺當地嘅加德堡停車場，隨後又轉往多處地點，包括甜甜圈店、洗車店以及目標百貨等嘅公共場所。從現場民眾拍攝嘅影片可見，執法人員身着綠色嘅戰術背心，駕駛未標識車輛，喺多地進行詢問同埋身份查驗，
不斷追問路人話：你有身份證嗎？你出生喺呢一度嗎？你係美國公民嗎？等等嘅問題。目前尚唔清楚呢一次行動中係咪有人被拘留。然而，令人意外嘅係，美國華人網絡輿論場上亦都罕見咁樣出現咗一股統一戰線式嘅共識。好多網民並冇因為 ICE 嘅突襲行動而憤怒，反而拍手稱快。佢哋認為呢幾年嚟走線潮帶嚟嘅非法移民聚集區，已經嚴重擾亂咗原本相對穩定嘅華人社區生態，房租飆升、治安惡化、假證中介氾濫、黑工壓價、無名考駕照、假結婚呃身份，種種嘅亂象層出不窮。一啲網友更係直接喺社交平台上列出 ICE 應該重點出手嘅目標清單。網友風火輪晒出一啲照片，話照片入面呢一個非法移民，佢非常仇恨美國，仲話要吃垮美國。呢種明顯嘅假庇護、故意拖延上庭時間嘅偷渡者，點解就冇辦法遣返佢呢？呢位網友提到嘅非法移民網紅，外號叫丁胖子金牌講師，本名雷森，四川瀘州人。2023年通過走線偷渡嚟到美國，目前住喺洛杉磯。根據移民檔案顯示，佢喺國內曾經因為偷電瓶車被判過6個月監禁，仲罰咗2000蚊。到咗美國之後，雷森嘅行為引發更多嘅不滿，佢被指涉及敲詐勒索、移民違規，甚至偷稅漏稅等嘅多項違法行為。多份證據顯示，2023年8月至10月間，佢先後喺洛杉磯多間嘅中餐館打黑工。隨後又反咬一口，以舉報老闆非法僱用同埋偷稅漏稅為要挾，逼對方支付賠償金。短短3個月內，至少有4間餐館成為咗佢嘅獵物。更離譜嘅係，佢仲喺網絡上開直播，教其他人認人點樣打舉報擦邊球，教人利用 FBI 熱線舉報僱主，再趁機談判要錢。在美國，我為什麼總是舉報黑老闆？佢影片中佢咁樣話：喺美國，我點解成日舉報黑老闆呢？因為你諗下，呢啲黑老闆佢唔俾工資啊，佢扣工資，呢個被扣工資嘅人啊，佢係咪啊？接下嚟打錢嘅呢個數量就減少啦。咁樣呢種減少啊，相當於我可以直言不諱咁講，呢個黑老闆佢間接咁樣削弱咗我哋家嘅外匯儲備，因此於國於民我都必須舉報佢哋。所以每當回答呢一個問題嘅時候，我嘅回答係一貫嘅，係堅決嘅，係符合國際慣例嘅，亦就係為咗中華之崛起而舉報。所以以後邊個反對我舉報啊，咁邊個就係反革命啦。網友 Jeffrey Kirk 認為呢種做法唔單止將中共嘅流民意識形態帶到去美國，令到唔少華人餐館老闆損失慘重。雷森喺社交媒體上用丁胖子嘅名字開頻道，通過要飯式嘅直播同埋廣告打賞，每個月收入據說高達20萬美元，但就從來唔報稅。與此同時，佢仲住住政府嘅福利房，領住免費食物，被唔少網友質疑佢喺度呃稅呃補助。更令人擔憂嘅係，佢仲喺影片中炫耀槍支，建立大中共黨徽嘅群聊，仲公開發表親共言論。目前網上已經有唔少華人呼籲 ICE 介入調查。紅迪網上嘅投票結果顯示，有多達80%網友支持將佢遣返回國。2023年12月，自媒體人顧永瓊已經實名舉報佢。隨後雷森被捕後獲得保釋，而家疑似轉移到咗紐約。佢嘅案件預計喺2026年8月5日於洛杉磯法庭開審。網友孫仁表示，呢位自稱金牌講師嘅人舉報黑心老闆，並唔係為咗俾勞工攞翻被克扣嘅工資，而係為咗令到祖國嘅外匯儲備多一啲。喺佢眼入面，打工人不過係替祖國挖美元嘅礦機，剝削成咗一種愛國義務，於是就出現咗新時代愛國三寶：偷渡要愛國，剝削亦都要愛國，被欠薪更加要愛國。外匯先至係爹，人民只係提款機。佢以實際行動揭示咗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匯率觀嘅爭議。當一個人舉報不義，但唔係為咗正義，而係為咗令到外匯賬戶更加豐盈，咁就好似滅火唔係為咗救人，而係怕燒到黨旗。佢唔係覺醒嘅公民，而係黨國外匯嘅護林員。有人關心人，有人關心錢，而佢獨創咗一種信仰，關心人民幣嘅來源。另一位網友詹飛張提到，華人走線嚟嘅，我個人覺得係最應該驅逐嘅，就係2個人。第一個就係呢一個雷森。我知道好多走線嚟嘅人其實就係為咗一個好嘅生活，所以同餐廳老闆係個互惠互利嘅關係。呢個講師將美國華人社會嘅呢種互助嘅信仰全部打破，將後來人嘅路斷咗，就咁樣一點就應該大家齊心協力將佢驅逐出美國。詹飛張仲提到，非法移民中除咗雷森，仲有一位名叫天哥嘅走線過嚟，到咗美國，
唔單止唔遵紀守法，仲號召華人同佢一齊上街參加抗議 ICE 嘅遊行，無法無天對抗美國法律。我哋喺之前嘅節目中亦都提到過呢位天哥，日爆料稱佢疑似曾經參與前文提到嘅非法獲取卡車駕駛執照嘅案件。呢場風暴揭開咗一個長期被忽視嘅現實，當 ICE 嘅執法行動逐步揭露隱藏嘅非法移民網絡同埋地下經濟鏈條，真正嘅界線已經唔再係身份同無證，而係邊個喺度遵守美國嘅法律，邊個喺度挑戰佢嘅底線。正如一位網友所言，呢一個並唔係針對華人，而係針對違法者。嗰啲遵紀守法、勤奮生活嘅華人群體不懼陽光，佢哋只怕黑暗繼續被掩蓋。